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和唔到底嘅12月就到了，故说提醒大家天时开始转寒咧，要多做加条衫褲哦。韩國啊，12月有一個當重要嘅冬節就會到了，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冬節愛什麼嘅。當然，愛食呀謝宴啊，也係有人講辦宴。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講下假意思哦，說辦宴愛假意思，細細嘅嘅來分享。今日節目裡頭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美食專家，係呢龐清怡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龐清怡，很高興來到這邊。然後東歡喜有請到清怡哥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美食。一開始先對啊辦宴開始講好誒，大家人都講冬節愛食辦宴，冬至要吃湯圓。你頭擺沒有聽過按用嘅講法嗎？有，從以前小時候阿婆就是這樣子，這樣做這樣子。對，故說吃的辦宴就不會假意思。你也有這樣聽說過？有這樣聽說過。只是長大有沒有很討厭過冬至？其實也還好。食辦宴就會變老誒，不過其實吼，客家人同好食辦宴，唔單唱冬節愛食辦宴哦。聽講清怡哥年嘅經驗係一年四季，冬到時節都愛食到辦宴。像在我們鄉下地方，除了冬至之外，對，立冬、端午節、中秋節團圓也會吃。這麼多，立冬、端午節、中秋節、按多節，全部就會食辦宴。啊，就會食鹹味啊，係甜味。鹹呢？鹹味，哇！原來客家人有按多節慶愛食辦宴。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。一開始，好，一下阿群妹炒到鴉片，就有批到呀香香嘅味道，一下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，清怡哥自家做嘅呀甜嘅辦宴。甜的辦宴其實一般客家人他少食，客家人食他多嘅就是像這個我們模型的。鹹的辦宴，基本你先同大家來分享甜的我還有看到有紅色咧，這個紅色糖講呀嘅色木係天然嘅色木嚟做。係鳳曲嘅。啊，鳳曲來做嘅，故說將鳳曲做出來嘅色咩一樣咩 Q 用暗漿吼，一樣很漂亮，天然的顏色。對，天然的顏色。唔過像按用鳳曲，你要用嘅老幾不用到拌的幾度啊？一般來說，我們會先把顆粒磨紅橘的顆粒磨成粉狀之後加進去攪拌就可以了。好 Q 哦！而且這樣加進去，其實你完全冇食到鳳曲嘅味道，因為大家完全不會有。對，為什麼不會有啊？那紅曲它只是一個功效，讓你活血這樣子而已。那本身不會有像人家講的紅曲的味道。哦，原來係咁嘅，也食起來雖然也係鳳曲做嘅，客家人可能有啲會講有鳳曲嘅味思，不過真正做起來食起來完全冇鳳曲嘅味道，韓國好 Q 好好吃哦。因為一般呢，從也扮演讀到小小嘅湯，有時候會有一點點沒有那麼 Q。因為可能像湯圓不用到冷的湯、白的湯，吃起來就會 QQ 的，但是不用到小的湯就唔會按 Q，做乜該會按呢？應該是說他們燙的時間也有關係，然後本身米的選擇也有關係。哦，用嘅米冇共用，一等下就會來同大家來繼續講哦。接下來後來講一下誒，鹹的口味嘅辦宴，鹹的口味嘅辦宴啊，其實也。應該講係客家人先有名嘅咩客家人嘅特色，因為我來到台北做事以後，我有嘗試同我台北嘅朋友講，我客家人食嘅辦宴係食鹹咩？你有遇過朋友覺得沒有聽過那個湯圓要吃鹹的這件事情？有蠻多是這樣子的。對。最主要我認為是他們比較不會煮，這比較重要。是這樣嗎？對，因為鹹的工太多了，要準備的食材，前面的食材太多了。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用人做鹹的辦宴，將會好什麼？一般來說，我們是分2個區塊來說。我們的瘦肉、香菇、蝦仁。瘦肉、香菇、蝦仁，這個基本3個是單獨爆香。為什麼？因為一般就會就是全部 Q 它一包油，那種全部飆飆啊，然後風從頭 Q 它飆飆啊就好呀。單獨爆香的話，它味道才會
各个层次有层次感这样子。所以你刚刚说肉、老香菇、韩国虾皮这3样先一起爆，个别爆之后要个别爆，所以肉爆肉的，香菇爆香菇的，虾仁爆虾子爆虾子的。对。啊，韩国青葱腰嘅就会那个红葱头，对，那个标红葱油，那个又要怎么做才会最好吃？然后这个是最后才加进去拌的，就是3个拌在一起。然后我们的韭菜、葱白、蒜白、蒜，之后另外再单独爆香，还要单独爆香，这么麻烦。按用这样做会出来一点好吃的还没扮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光是天香嘅部分、爆香的部分就这么复杂了。对，难怪今日阿Q冇好吃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要客家人嘅經典當然冇按計學噶。不過其實調味啊、做法同葱油以外，其實家下青怡哥沒有講到。做扮演米咩同葱油，人家做扮演用的米是哪种米？我们做汤圆的米都是老米，所谓的老米就是半年以上的原糯米。意思讲嘿，你拿到不用半年。对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放半年的老米？它的延展性会比较好。然后用新糯米的话，它的 Q 度也没这么好。它有其他做的，我们板石的另外的做法不一样。韩国糯米啊，除咗要講究要用老嘅米以外，其實我哋糯米沒有分動多種，有乜嘅甜嘅啊，沒有蔥嘅啊，甚至還有含較多其他嘅品種。你啊，就用嘅糯米係哪一種？原糯米。原糯米加嘅鐵心同長糯米比起來，有乜嘅冇共用？原糯米的話，吃起來口感會比較Q 啦。那如果你想吃比較稍微有點嚼勁的話，那就可以再加一些長糯米下去。每個人的做法不同，那通常都是原糯米居多。做湯圓的話，就會用鹽跟糯米來做。哇，根本一開始就太多資訊量，有沒有？一下又係鹹嘅扮演愛用滿足，一下又係要做扮演原來愛用鹽嘅糯米，韓國鹽糯米同從嘅糯米口感又冇共用。嗰套晒下來，行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下當然做扮啊、做扮演啊，全部都會用粉。现成的粉来做，其实很多因为味道方便，这个时代你气方面就会用现成的粉来做。不过其实真正传统的做法，下下来請青怡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我们如果用纯米做的汤圆做出来的话，它基本上它保存的时间绝对是可以放很久哦。然后做出来的话，我们一般家庭主妇或是说以前阿婆阿公他们做的话，他都会教我们说，隔天做完冰过之后，一定要除霜。除霜？什么东西要除霜？汤圆。汤圆要除霜？对。不是煮后以后是煮好了吗？没有，生的，比如说你要保存的话，不用冷藏呀，还不用冷冻之后，煮以前要先做除霜的动作。比如说你可能煮不完，还是吃不完的话，它就可以保存的时间会更好。所以除霜就是要先放室温让它除霜吗？不用，它用冷冻拿出来就可以直接除霜了。除霜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隔天做完之后，冰过之后，它会有霜出来这样。等那个霜没有了才可以煮。其实我除完霜之后，我们保存时间拉长，你的品质也会比较好，你口感的话也会有影响。哇，好细节哦！姑嫂，你看一下扮演嘅姿色有几多哎？现在接下来要请青怡哥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从米要怎么做成扮演。听说这个过程非常的冗长，然后又复杂。我们如果做这个汤圆的话，从头到尾的时间大概是连含泡米的话，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。姑嫂，今日也下6样水嘅喺下煮頭，青怡哥你幾多點？早晨幾多點就開始？早上大概4點起來泡米。4點就開始， 4、5點，先掌聲鼓勵，謝謝青怡哥。4點就烘起來，先糯米煎厲害，煎幾久誒？2到3小時。先煎2到3點鐘，撒下來，下一集步驟係。然後又有艾米。
挨米，挨米可以用嘛该来挨？现在都是比较方便，用机器，用机器来挨米，就把它弄成米浆这样子。对，米浆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是用石磨去磨。哦，先挨米变做米浆水，啊，再下来呢？然后再倒到我们的脱水机脱水。脱水机脱水，哎，头摆可以用嘛该方式？以前的话是用石头压，或是就用扁担去压它。从前一天晚上压到隔天才能做。以前是这样子。不过压它用脱水机来做，那脱水机会不会点都因为头摆就是很多人都会说，哎，传统的味道是这样做啊，可是你现在用的脱水机，你觉得脱水机的优点在哪里？脱水机优点它让水分完全脱干。脱干之后呢，你的东西不容易发酵，也不会坏。对，时间又好短呢，而且品质比较好掌控。对，品质很好掌控。跟脱水机脱水够好呢。脱好之后，就可以到我们的搅拌机里面，加入板妈去搅拌。就按用规个过程当中搞好以后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吼。这个扮演这个上的扮演就差不多做好诶。故说吼，今日的节目当中，除了也扮演以外呀，还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当多种无同样的美食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！我是钟一群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当节就会来说扮演呐。不过除了扮演以外，还有当多客家嘅传统美食要同大家来分享。虽然用板做将会好生吼，刚刚有讲到。做扮演以前啊，有动到按到去铺做，全部就会一铺一铺来，一铺一铺做。不过对于做扮的业门，应该讲佢係好门的，也好门应该来讲，係在讲好，可能講冇幾久就會失傳體咧，對不對？請怡哥，你知道呢？这种东西大概我们已经断层大概5到10年以上了，所以说可能觉得。做这种东西的人越来越少，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做这种东西，时间太长，所以说一定会失传这样子。古时候像我同接唐人啲嘅做扮嚟嘅時節啦，就會講乜嘅扮車韓國扮馬。我從頭到尾還冇咩清楚，就算我有談過，我嗰一步嘅還係唔記得咧。就像有你乜嘅花枝小管分不清楚一樣，就是扮車跟扮馬永遠都分不清楚。所以請青怡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身為扮車係乜嘅，扮馬又係乜嘅？板車就是我們在挨完米脫乾之後，那個一塊一塊的，那個叫板車，我叫它板團好了，好不好？中文華語講板團。那板媽的話，就是我們要加入板車裡面去攪的，算是一種催化劑，讓它像市面上可能它是用粉去做，或是不是純米做的話，那它是會加水去攪。那我們用板媽的話，就可以讓板車直接成型，所以會讓它變得更柔軟，更有延展性。對，就是讓它塑形出來，就是叫它板媽這樣子。所以板媽又是怎麼做出來的？板媽的話，一般傳統的做法是把我們的板車拿去煮。有些人老一輩是用切薄薄的下去煮。那就會變成板媽了。那我的做法是讓我做好的湯圓下去煮，讓它的受熱的程度會更均勻。哇，跟以前我聽到的不一樣，所以你直接把因為板嘛就會攞板車拿一些的，不用落去煮嘛。那你乾脆就把這個做好的湯圓煮好對，圓的，然後給不用都轉進你的板車底度，再一起攪，是這樣嗎？對，沒錯。哦，你怎麼會想到這個方法？這個也算是我們老一輩留下來的一個手藝，這樣子。阿婆頭擺就按用做哇，古時候你也還沒繼續延續等這個阿婆的做法。
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对，哇，这银蟒蛇糖糕，金文义真的是把家里的那个传家的技艺大公开，同大家来分享。年来吼也办嘛，做得用呀祝福嘅扮演来做哦。韩国啊，除了客家人同好是传统嘅洗扮颜色谢颜以外，也哈当到年过冬节，像我嘅朋友台北人，他们过冬至很多都是吃那个大颗的爆料的给扮演的，对，爆料的给大汤圆的。不过庆余哥其实里面有做这种爆料包，有包啊给大汤圆，对，是包什么口味的？我们有包咸的，也有包素的，哦，还有包花生芝麻。4种口味也都有。对，故事我像暗用给胎蟹盐啊。听说庆余哥你有一个特别的方法，做的不太敢喊卡好吃，特别的调味的方法。像我们如果是煮大汤圆的话，咸的话我都是咸的话有荤的和素的。对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客家的做法是加高汤。那高汤的话有分2种，看你是用鸡的还是用猪大骨的都可以。用到给同条底度。对。那如果是甜的呢？甜的话，我们就是以八宝的方式去制作。就像我刚刚吃的甜汤圆，也是用八宝的方式，有凤太味啊，还有桂圆啊、莲子呀的。对。用这样子，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。有比较创新的方法。创新的方法就是说，像小朋友比较不吃汤圆、咸汤圆的话，那他可以加入我们的鲜奶，或是说豆浆之类的。对，因为其实像是芝麻啊，也还讲饭条啊，也有米头同黏韩国条黏，那个味道其实还蛮搭配的。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吃过这样子的味道，所以说推荐给大家。觉得好吃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小朋友一定会喜欢这样子。不过除了要口味调整以外，要扮演啊，要扮的本身做到好模还是最重要的。当你唔好生扮演，迄因为可能你那不他好买到的都是用粉做的，所以你觉得那个口感的落差在哪里？他们咬起来没有嚼劲，然后呢，冷掉之后就不能吃。是不能吃，因为会完全没有 Q 度，就是咬下去，然后就完全不会弹起来，就断了。像米做的话，它冷掉它还是 Q 的，还是 Q 的。原来黑暗呢，哇，有暗太给检查哦，哇，古时候基本也黑讲。买到呀，真正是全手工的呀扮呢，呀扮演呐，呀的以后就要来煮起哦。第一步卡要煮的时间，当家爱煮洗扮演的时间，很容易就是煮过头，可能就是太软了啊。太个食盐煮爱没有问题，有上是煮啊，就爆开嘞。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，讲真农民啦，就会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生了呀扮演用办来煮，才会煮到好食，煮到强。来，像庆余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一般来说煮小汤圆的话，那都是我们煮汤圆都是水滚，不管是大小汤圆，水滚才会下去。那下去之后呢，一般来说在家里就是一般的锅盖起来。会减点。对，要盖起来。盖起来的话，它才会快。那它的温度才会到。所以要让它赶快再滚。对，滚起来它会先浮起来。浮起来的当下，你不要马上捞起来，那不是好。那你要让它稍微胀一些起来之后，对，再加1碗冷水，或是说你的容器，大概加个1碗冷水的量下去。当它在浮第2次之后，捞起来的汤圆口感才会 Q， 才会好吃。原来是要这样子，是因为要让它先冷却一下，稍微冷却一下，它的 Q 度会比较好。原来是暗呢，原来洗蟹盐会暗的煮哦，给太蟹盐哦，太给扮演。大汤圆的话，前面的做法是一样，可是后面的话，你必须控制火候。那前面可以中火大火，那后面的话，它浮起来之后，那你加冷水之后的话，要放小火去让它慢
慢慢煮。古说第一摆泡起来以后，就会转洗火的，就不用一碗水过后转洗火，等佢慢慢的第二次再个装起来，再个泡起来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里面嘅东家煮啊就烂铁嘞，然后那个花生馅啊，也一个芝麻馅啊，全部就流到桶底度啊，给拌的又冇乜嘅好食，就冇人爱食，所以要煮饭嘅要当葱油哦。本大家来分享今日嘅共生农民啦。好，今日节目讲到也还有讲到内容，要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就像一般人可能好不容易吼，呢戒烟煮好了以后，一下嘅身体，你可能会让佢变到病上底度。不过天眼啊，再给我拿出了一般可能用米波炉按钮 k i m i 它让它微波加热一下，结果拿出来，哎呦，阿妹哦，应该给桶，因为全部就狗黏黏，就全部都是糊糊的。你有没有按那种？一般来说，有纯米去做的话，不至于会这样子。纯米做不至于会这样。对，除非说你加热的时间过长。那餐粉的话，一定是隔餐是不能吃的。为什么餐粉就会变成这样？餐粉它就本身就已经没有 Q， 它没有延展性。你再热过一定是不好吃，而且是整锅像糊掉一样。对，所以迄讲买到唔好食嘅扮演啊，真紧可能你真的要一开始就马上把它吃完，不用了以后就会做不得食嘞。隔天你就算再个煮、再个米薄、再个嘎烧，也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。所以要纯米的汤圆，这样做的不用它久到。不过讲起食嘢以后啊，它今年有当到经典嘅版呢。今日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天二號哦，咩係當經典呢哦，就是呢糍粑板。糍粑板今日節目當中沒有帶來，好可愛哦，特別剪得小小的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人嘅糍粑有做乜嘅調整。我們的花生是用顆粒狀的花生，自己炒的花生。对，有看到除太油呀、反跳嘛以外呀，还是有一颗一颗颗粒的。对，然后颗粒的话，甜度的话也比以前的话，稍微淡一点点，不会这么甜。奶松白色嘅糍粑，它嘅板的本身它的甜度就比较高了。不过呀，两个金鱼哥你的板呢，吃起来它是只要有闻到粉的时候才才会吃到甜。没有沾到粉的地方，吃起来就是原味，就会拌那个米头。韩國食起來 QQ 香香，最近當好食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繼續同大家分享哦。哦，刚刚好，你说的动豆板呢？阿全妹妹讲，啲广告之前显示的呀，糍粑板，真嘅 Q 都硬会讲唔出发呢，喝完水就会跌下来，因为太 Q 哎，好好吃哦，很久没有吃到这么 Q 的糍粑哎，韩国糍粑对客家人来讲很重要哎。一般客家人嘛，个时间不会吃糍粑板。我们结婚的话，一定会用到我们客家的糍粑，对，还有放一锅汤圆，还有糍粑这样子。那还有文定的时候也会用得到。哦，古时候像呀糍粑板就会本人是甜甜，本人的甜甜蜜蜜、团团圆圆，大家都黏在一起，这个又好吃又 Q 又香，还有有这个祝福的这个含义。不过吼，今日节目当中，大家有注意到吗？看到这个青衣哥家个外表看起来当好生。中文嘅人按後上，我想到講，轉到屋卡來做下傳統嘅客家美食啦。當時是因為看到家裡外公承接這個米食的傳統米食的做法，那沒人接手的話很可惜，不想把這個傳統的技藝流失這樣子，所以在四年多前就把工作辭掉，回到家專心做這個。專職做這樣子，給不看人全部支持你做亞件事情。對，因為我從小到大做這個，其實接觸了大概20年有了。那本身對這個其實也蠻有興趣的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其實你覺得做米食來講，單像做在老你本你傳承呀，老一批種批呀，都給屬你，而且我覺得結合自己興趣這個很重要。
不然没有办法有热忱，每天早上这么早起来。对，因为这个一定要自己有喜欢，对，碰到这样子的话，才会想要继续做下去这样子。不过唐讲吼，虽然你做的研究的，没看那个斯坦因做的研究的，没还有人吃到动有挑战的做法的哦。你觉得最难的一样是什么？其实捏板其实就蛮费工了，就是捏板。对，捏板它的工序非常多。光我们的草的处理，大概就要花2到3个小时来处理。冲呀捏呀，你会滴那一片青呀捏，嘿，你去改滴青的。台捏的话是可以自己栽种的。那梦放捏、魔法土，还有分2种捏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客家传统的是艾草。那鼠须草的话，这种东西是它野生的。它只有在我们那个清明节的前后半个月才会长。那怎么办？现在不是清明啊。我都是在那个时候去采收回来。洗好，洗好之后，然后煮好，脱水再冷冻。好，还有这个方法。我用给粉色，给出山的时间先，然后给留下来，所以没有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做完就没有了。对。那你刚刚讲的有2种，一个是胎捏，另外一种叫鼠须草。鼠须草就是翁发捏。翁发捏。那是个别用在哪一些板？我是把这2个综合放在我们的咸的里面。咸的里面，像这个。对，还有我们的绿豆、红豆也是一样。绿豆、红豆也是有2种草。2种草。对。但是那我手上这一个，这个比较特别，它是叫做炝丑板。炝丑板，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包。但是那个靖宇哥说这个是最传统，我把它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最传统的。以前最传统就是完全没包馅料的，那这个比较特别，它有8种草。哪8种？我跟大家讲一下。它有艾草和鼠须草之外，它还有紫苏、桑叶、使君子、鱼腥草、构树。哇！这真的是传统的吗？我以前没有试过按用个半年呢。以前的话，老一辈就是说，这个是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，端午节过后会比较热，开始变热，那蚊子会变多，对，有五毒会出来。吃这个的话它可以防止蚊虫叮咬。好香哦！因为刚刚那个青鱼哥有同大家来讲到地波有多种毛球用嘅臭味，然后它吃到最迷啊，有吃到最明显的就是紫苏的味道。它不会很重，但是香香的，一点点在底下。我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捏板呢。我说这个在你心中是认为是最传统的？对，这算最传统的。最传统。以前老一辈的话，阿婆他们那个年代，他们比较贫穷，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加其他太多的馅料在里面，能有这个原味的吃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，填饱肚子这样子。对。古时候刚哈一开始有讲到啊，你要去请捏、太捏，韩国文化捏来做捏板。请到素材以后呢，为什么你会觉得做捏板最难？它除了前面的制作过程难之外，它在我们打板的时候，搞板的时候，就是说，也是要看我们的湿度这样子。因为冲一冲就唔係单槍一種米來做誒。对，它是有糯米之外，它还有我们吃饭的蓬莱米去做的。做乜嘅捏板啊，還愛再個標另外一種米呢？放蓬莱米的话，如果只有全圆糯米的话，它会太软，它就不 Q 了，就像糍粑一样。太软。这样讲我就有口感的那个想象了。它会吃起来，你口感吃是 Q 的。对。放冷会比较 Q。古時候捏板係有用其他嘅米來用下來做嘅。除咗剛剛我說到清傳統嘅口米以外，還有另外一類，唐講也是輕易講你去廣東好食嘅口米。這個是算是綠豆的，可是它裡面有放點薑，用嗎？會有用嗎？這麼個愛用不用？這也是阿婆教下來的手藝，就是加一點薑去提味。提味的話，它不會吃起來這麼膩。而且又可以對我們的氣管有顧到的功效，這樣子。好特別哦！有沒有從來冇食過又不用薑麻的
六条捏板，为什么你今天带来的东西都说是传统的，但是我都没有吃过？因为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不同，对，或许还有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的做法这样子。可是好好吃哦！我盲食香菇呀，六条底度给阿料可以跟姜一起搭配，哎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搭配。故说除了也不加有黏米嘅六条嘅，韩国有看到有凤条嘅，还有一般啲诺贝东家看到嘅就是包罗配洗嘅韩梅口米，还有那个一类黑马盖口米。另外最没有带来的是素的口味。哦，还有素的。还有素的。在的底不会包嘛盖啊？香菇。凉薯。还有香椿。哦。还有萝卜干。对，所以放香椿就很有素食的那个味道。对，可是不一定每个人可以接受，因为香椿的味道很重。都可以试试看啊，无去用嘅米头。不过今日嘅节目当中吼，还有很多东西冇带来哦，有一类很多五星和果子，听说很漂亮。它是我们在桃园哇，好美哦！10大伴手礼的金牌好礼得奖的作品哦，好可爱，有得奖。呀嘿，玛莎做嘅啊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妈妈研发出来的产品，那它是结合它中医师的概念去做的。颜色的五行。对，红色的话是红曲。对。那黄色的话是我们的南瓜。白色嘞。白色的话是大溪的玉香米。然后黑色的话是新屋的黑米加竹炭粉去做的。好漂亮哦。那最后红色是红曲去做的。真的有懂讲，韩国有结合这个五行的概念，难怪会得奖哦，很厉害。不过其实啦，按南嘅周办的歌唱，其实也庆余哥还有两个妈妈有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歌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课程的内容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一般来说我们会找比较大家可以学的课程去做。那一般来说，nghệ班是算是初级的，汤圆也算初级的，都还可以做，都可以去学习。那其他像水班啊、发班啊，或是说一些米糕这些比较难的，我们就暂时没有教大家去制作。不过有些想学的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想要学进阶课程的后，透过这个师傅啊，有看过了解过哪个经验以后，说不定是有机会可以学习的，就是了。有机会就对了。故说其实从爱用嘅东西啊，迄讲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想要直接去看到你，去请你买东西嘅话，唐广生意也有发通哦。12月的话，我们在冬至的时候，还有冬至前。会在台北的希望广场，现场会煮汤圆给大家吃。那如果有兴趣的，可以来这边参观。迄个爱请到nhà的子欣，可以走得松呀面熟脸书的粉丝页，要搜寻什么？香园食品。香园食品。对，或者是说拨我的电话也可以。好，故事好，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什么，请一个来到节目当中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没什么，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光休息一下，等下看下来做运动哦。